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甲兴安街口一个工地昨暗时发生地基落落的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到现场，伊讲透过监测知影目前相关的数据拢正常。警管处表示，目前按伫明仔载下晡就通甲车路整理好势。 大型工具机现场工作人员加紧脚步，现场持续火屯阿摩图。伫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甲兴安街交叉路口的这个工地，23暗时9点外发生地基塌落去的事件，影响4台车车去。好在是无人伤亡。现场看起来范围有4公尺长、30公尺宽，深度1.5公尺。周边的住户透早嘛来关心，会担心一些呀，都连在一起的。 所以怕说影响到对面这里，有啊，当然担心了，大家都很害怕。临近的这个地层发生问题，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怕。当然是希望政府能够做这方面的这个措施，当然是最好。 有住户住伫工地隔壁，嘛惊受影响。希望政府做地质安全性评估。目前了解，塌落去的原因是内部支体力无够，造成外渡沟边仔的路面塌落去。前进指挥所各局处持续台面处理。市长蒋万安早起嘛到现场过来视察。就只有在大家所看到地面塌陷处这一侧东侧，超过15公分。那在西侧、南侧、北侧。 目前比对的监测数值是正常而且也都没有地面塌陷以及临房倾斜的状况。基地内的导沟的部分已经在下午1点半完成灌浆回填的作业，导沟的外侧跟围篱之间的灌浆，然后预计大概会在4点半到5点之间完成。希望在明天下午可以把道路供民众通行。 台北市监管处是讲，这个案违反建筑法，已经随下令停工，各罚18万。后续施工计划爱经过相关工会审查，确认周边地质安全无问题，才能复工。记者综合报道。